咁多位同學仔，你哋好，我係 Chesa。喺條 video 入邊咧，會介紹翻最新2026年 Regular Course 常規課程嘅安排啦、schedule 啦、學費啦，同埋咧教緊乜咁樣嘅。咁首先咧，如大家喺個 screen 畫面上面見到，學費咧其實我哋係收1000蚊，而1000蚊咧我哋係會上4堂嘅，3堂咧其實係 live， 1堂係 video。最主要嘅原因就係因為我哋要講 schedule， 喺年尾之前咧就教晒成個嘅課程 syllabus。咁所以咧我哋個安排上面嚟講就會每一期都係4堂，但係3堂係 live， 1堂咧係 video。咁我哋就可以追趕翻1個禮拜嘅課堂啦。咁至於嚟到2026年嘅5月，咁我哋率先會教嘅話係論述題嘅作答技巧。如畫面所顯示啦，就係我哋4堂咧都係教答 essay 相應嘅 skills。第一堂我哋會教基本嘅作答技巧啦，例如 introductions 到底係點寫 ，content 即係內文 ，topic sentence 主題句、例子、史實，到底咧係要點樣去寫，點樣係去安排。好多學生收到份卷嘅時候，見到寫成哇得一張紙，咁到底點樣寫篇文出嚟？咁啊開始咧背咗啲乜，就喺度默寫啲乜嘢出嚟。咁往往咧就係中咗考評局嘅即係常犯錯誤啦，或者係嘅陷阱。其實寫成咧，我哋係可以好科學、好有技巧咁樣而去寫嘅。按步驟班，Step 1係寫主題句 ，Step 2係分析 ，Step 3係落例子 ，Step 4係解釋，如此類推，如此類推。咁所以上完第一堂咧，基本上就已經顛覆咗你對寫 essay 嘅一個概念、寫 essay 嘅一個認知啦。至於去到咧第2、第3同第4堂，就係去介紹 essay 大大小小、林林總總唔同嘅題型，包括直述題型、兩極化嘅題型、一過多因嘅題型，同埋咧比較嘅題型啦。咁名咧唔係重要嘅，即係基本上我哋大家都會常見嘅技巧 ，comparison 比較 ，counter argument 駁論，如此類推，如此類推啦。咁而咧，我哋全年嘅安排到底係點樣去做？咁我哋就會見到喺4月份，我哋已經上咗招題作答技巧 DBQ 嘅 skills。而5月份咧，我哋即將會去上嘅就係 essay。至於5月嘅下旬去到6月嘅上旬，咁我哋就會由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教起嘅。咁啊，一戰 around 大約上3至4堂，二戰又係3至4堂。咁暑假嘅話就會係冷戰啦、國際協作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中國上下半葉、日本同香港嘅。咁依照呢一個嘅課堂編排咧，我哋會喺12月尾嘅時候就已經完成係教晒成個 syllabus 㗎啦。咁有啲學生咧就會問：我而家係中4升中5喎，咁或者中5升中6喎。咁其實我如果12月就已經教晒，咁到底我1月份、2月份、3月份到底做啲咩呢？咁或者我係呢個 Form 4升 Form 5，有冇必要喺今年年底入邊就已經上晒？咁我仲有成年去到2028年先考 DSE。嗱，先回應第一個問題，如果你係應屆嘅同學仔，咁我哋12月咧就已經教晒成個 syllabus，去到1月、2月、3月、4月，我哋就會密密咁樣去操練，咁就會有一個龐大嘅試題庫啦，我自己出嘅題目啦，仲有一啲嘅即係參考啦，咁我哋就會操咧大約3、4個月，等你咧養精蓄銳，有晒準備咁樣去應考 DSE 嘅。至於你中4去到中5嘅同學仔咧，其實的而且確冇必要咁講咧，去到年尾嘅時候就已經上晒成個 syllabus 嘅。咁但係有2個方向嘅，第一就係你臨好快咁樣處理咗成個 history 嘅課程，有個基本嘅概念要打好個根基，之後去到 Form 5升 Form 6，你可以成年慢慢操，或者咧係呢個潛移默化，慢慢咁樣咧去重溫再重溫。當你滾瓜爛熟嘅時候，對呢一科攞到個好成績，更加係得心應手嘅。或者唔想咁辛苦，唔想咁 hard， 想輕鬆啲，咁你就可以因應翻學校教緊個課題。例如學校而家教緊中國嘅上下半葉嘅，咁你唔急於咧而家先報呢個 regular course， 咁你可以咧去到9月、10月嘅時候先報名，按翻自己嘅需要就可以噶啦。咁所以無論你係應屆準備2027年 DSE 嘅同學仔，定係2028年 DSE 嘅同學仔，你都可以因應自己喺呢一科入邊嘅取態啦、目標啦，而去決定咧到底要而家加入啊，定係去到遲啲加入咧都冇問題嘅。至於上堂嘅時間同埋安排，仲有即係相關嘅教材到底係點樣呢？我哋上堂嘅時間咧集中係禮拜5、禮拜6同埋禮拜日嘅。咁而主要嘅 centre 地點咧就喺旺角，咁就星期5係旺角5點半去到7點半，
星期六旺角朝頭早10點去到12點，星期六仲有第二班嘅，就係旺角嘅晏晝12點半去到2點半。星期日旺角朝頭早10點去到12點，仲有特別嘅元朗班，咁就係星期日嘅晏晝2點半去到4點半嘅。咁形式上面嚟講呢，我哋主張係 live 班。咁台仔會問嘅一班呢，其實有幾多個學生？咁我係小組補習嘅。同大家一般個小組補習係唔同，咁我係唔會現階段嚟講多過咧7個學生嘅，所以如果你報 live 班嘅話咧，就係即係我呢個 Chesa 呢個老師啦，咁就對咧7個學生，咁我哋1對7真係小組補習啦。咁但係如果可能旺角呢個地理位置對你嚟講頗為偏遠嘅，咁希望可以節省一個交通嘅時間，避免出出入入，咁你可以喺屋企嘅時候咧上 Zoom 嘅。上 Zoom 我哋就冇限制啦，咁基本上嚟講就係準時喺屋企，我就會 send 條 Zoom link 俾你，然後你就屋企事前我已經會順豐速遞份筆記俾你，或者可能約你交收，或者可能話你上嚟 centre 嗰度去攞，咁就準時上堂就 OK 啦。咁同時間咧，亦都設有呢個 video course 嘅，咁或者就算你上咗 Zoom 或者上咗 live 都好，都有學生咧話有陣時上堂我哋可能好多 interrupt 好多即係你一個交流或者可能有陣時講進度差唔切，咁攞 videos 去寫翻抄翻得唔得？冇問題，每一堂我都會拍 videos， 咁只要你上 live 或者你有上 Zoom， 咁你就可以攞翻 videos 去寫。咁同時或者你話呢啲時間你都唔適合。或者地點唔適合，你想報 video course 得唔得？都得。咁我每個禮拜就會 send 翻條 videos 俾你噶啦。咁以上咧就係時間啦、地點啦，同埋咧形式上面嘅安排。咁所以其實都幾值得係去報嘅，因為你以私補嘅角度嚟講，即係好少人嘅私補補習，咁 around 唔夠。幾值得去報一報。好，咁另外咧，我哋就而家有個 discount 嘅，就叫做同行優惠，即係無論你係現有嘅學生，即係我嘅學生啦，定係新生，咁你只要加100蚊咧，就可以帶多個學生嚟上堂嘅。咁我假設啦，無論你係現有學生定係新生，你本身要報名嘅時候，有啲要求你係要去完成嘅，例如包括準時上堂、上齊堂，同埋如果有功課嘅，通常咧都冇，但係如果有嘅話，可能其實都係好少部分嘅功課，唔會話話半題 essay 一題 essay 咁樣完成晒之後，咁我係會喺嗰個月嘅最尾嗰一堂退翻900蚊俾你嘅，即係換言之。如圖中所顯示啦，一男一女嚟報補習，咁就交學費，每人1000蚊，咁然後咁我就會退翻咧900蚊俾你，咁即係平均兩個人淨係俾咗即係平均50蚊1個鐘左右嘅啫，咁就變相咧，其實都相對較為即係可以試下啦。喺現階段上面嚟講，咁有啲同學仔就會問啦，咁教材係點樣呢？或者係會點樣去教呢？咁樣咁咧如果我哋而家上緊嘅5月份 regular course 就係教 essay 技巧嘅。如大家所顯示，即係如圖中所顯示啦，就係一份嘅 essay 技巧啦。咁我哋就會有齊晒咁多種嘅題型，咁多種嘅方法啦。咁裏面咧其實係會有中英文嘅 sample 嘅。咁例如可能係題目上面嚟講，我哋會有中文嘅題目、英文嘅題目，如此類推。咁另外咧，如果我用到嘅一啲 notes，咁我自己會備課啦，我會寫定啲 notes 落去啦。咁去到一啲重點嘅字眼，例如 economics， 我哋插 point， 我哋會插整體嘅經濟 overall economics， 農業 agriculture， 工業 industry， 商業呢個嘅 commercial， 咁我都會寫晒中文同埋英文嘅。咁基本上都唔使擔心你係英文讀定係中文讀噶啦。咁我教書嘅時候，我最主要係講廣東話嘅。咁但係去到一啲
例如可能係話題目所言成立 ，the statement is valid 啦。咁to a large extent is valid。nationalism 即係民族主義到底係啲乜？咁以上就係一個好簡單嘅示範嘅。咁另外呢一個係教作答技巧啦，避免咧紙上談兵咧。所以其實你而家見到個 screen 都會顯示到我自己去考呢一個 DSE 嘅一啲 sample， 或者係我學生去考嘅 sample。咁久唔久咧，大家都會話對寫食會感到好迷茫。或者咧，到底點樣先可以攞到高分？咁我會即係有大量嘅 sample 啦。咁我最近年咧，例如你而家睇到左上角咧，2024 DSE， 其實咧就分別係攞到20分同埋21分，甚至乎第一個 mark 係俾22分嘅一啲高分 sample。咁或者可能話去到2023 DSE， 咁都係會攞到17、18、20分左右。咁全部都會有我寫啦，或者係我學生去寫啦嘅一啲咧高分嘅 sample， 然之後去話翻俾你聽，教你嘅技巧點樣喺考試入邊應用。唔單止係我做到，我學生都做到。唔單止咧係前幾年做到，甚至乎最新嘅2023、2024、2025年都係可以去做到。即係想帶出技巧，其實係一條 formula 嚟，係一個公式嚟。咁只要你明白、了解、掌握，再應用翻出嚟。其實下個嘅唔好講到5星星咁誇張啦，下個5至5星咧，其實你都可以去做得到咁樣嘅。咁就最主要咧，想喺呢個 video 入邊介紹2026年最新嘅 Regular Course 教 essay 咧嗰個嘅部分，就係去到呢一度啦。咁如果同學仔你有興趣或者你想了解更多嘅，都唔一定要而家即刻去落決定。咁你隨時可以去 contact 我啦。咁我會喺 description box 入邊咧就擺低我個電話嗰條 link 96835234咁樣。咁你可以查詢更多，或者可以了解翻你個情況，再決定報名，抑或咧唔報名咁樣都冇問題嘅。咁但係就因為今年設咗限額，大約得30零至到40個嘅 live 班同學仔，咁所以如果你想報嘅話咧，都循速啦，因為我都無謂去隱瞞個數據，其實都接近滿晒 live 嘅。咁但係如果你想 Zoom 或者想上 video，都問題唔大，但係學費係一樣咁樣嘅。咁就謝大家啦，嚟緊應該都會開始咧，係會有大考嘅即係範圍去講出嚟嘅。咁希望大家加油啦！中4升中5就希望唔好 drop history 啦。咁呢一科其實都唔算太難嘅。咁我係 Chesa，咁遲啲我哋喺下條 video 入邊再見，拜拜。